来继续来看大问题，讲油脂结石、致使油脂积水。透早7点送到台北病院来开刀。大问题的太太陈培琪真担心，到病院等待陪伴。开刀大约开45分钟，顺利把结石摕出来。医生讲要住院观察1天。台北看守所讲尊重医疗建议。挂翠暗坐轮椅，伫矫正署人员的介护下，入去到卫生福利部台北病院开刀治疗。前民进党的主席郭文铁头毛白苍苍，人看起来真高大。面对支持者甲媒体问题，拢无啥回应。因某陈培琪是赶伫咧阿伯到病院见前，就先到现场。我不晓得我先生为什么。在一个还没有定罪以前，就只是为了说他不要什么串证、什么逃亡，就是因为这种因素被羁押的时候，他这个医疗上面的人权完全消失。卫公所在去楼顶伫手术房的外口等陪红色开刀。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是伫面册甲小草报平安，表示早起陈培琪已经了解郭文铁的病情甲相关处理。开刀医生是过去郭文铁伫台大病院的同事，嘛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互因真放心。很感谢今天的主刀医师也很早就过来，那也跟我详细说明了我先生的一些抽血报告、影像检查报告。郭文铁伫看守所内，都传出吐甲血石等等的病症。对今年3月开始3摆介护就医，因为油脂积水，苏就讲结石等等的问题，伫今仔日开刀，病院声明已经成功将结石摕出来。为了检测郭文铁手术后的假疼的问题，医生伫伊的体内放导管。手术后，腰椎情形明显有改善。伊个导管爱放大概5天，观察了后才个摕出来。病院已经安排后续会诊，确保郭文铁的恢复状况。在恢复室里面，我是能够远远的看到他身体上面的不舒服，他都是有跟主治医师在对话。虽然郭文铁希望当天会当出院，要搁尊重医疗建议，将会伫病院观察1天。报所表示，将会遵照医生的吩咐，卖针对需求安排后续的就诊甲检查，确保会当得到充足的医疗资源，维护受养人的健康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